我最早喺1997年嘅時節發表起狀專輯吼，嗰時節主要都我喺國外睇本寫我自家故鄉吼有關係嘅東西，我也係駐唱，帶定樂團，做咗差唔多19年啦吼，呢時期大家都啲，三腳台都阿文過嚟吼，所以喺地上呢陣時間都係天台吼，天台quite明顯，如果我哋2008年嘅時節吼。有唱呂塔吼、玉田、入嚟樂團，還有其他歌後生嘅樂手，所以前面如果駐唱呢，嗰時間我都決定講應該本後生人其他台前，所以呂塔都變咗駐唱。也當然也歌聲啦，各方面吼都我相信大家攏個熟悉啦所以規則嘅樂團呢，現也愛現當然。一方面，仲係寫歌嘅一個方向也有調整。當然我哋樂團啲個呂塔也要創作，所以也要聽書寫歌嘅如果喺創作嘅部分，雖然大部分係我哋處理啦，不過呢也呂塔也開始有創作最明顯，如果我哋出嚟表現嘅時節規則嘅樂團同前期嘅三腳台都冇相同，多數都開始很多後生樂團如果三腳台後生樂團嚟啦所以一陣時間可以講一切都發展下來都可以講到去年之前大家真是對三腳台後生應該是當熟悉嘅無論係客家地區也係非客家地區也大家哋咧講呂塔路也係三腳台後生嘅駐唱。去年呢，我哋都新加入咗新團員，有個團員係喺美國 Berkeley 學校有個學弟啦，有見後生，而哋一個音樂嘅創作方面同我哋頭先啲冇乜相同就完全符合一下時代潮流啦，而當熟悉包括講邊個呀台灣嗰時韓國歌嘅有部分人咪清熟悉當然最主要也係客家人，屏東嘅客家人。所以講，入嚟之後呢，馬上我哋嘅表演嘅方式因為多鋼琴手，我哋之前冇鋼琴手，也可以唱，最主要係創作編曲嗰條方面真厲害啦所以我哋就今日先發表嘅專輯基本上都已經有一個部分喺地方，我哋一個討論有討論，佢嘅參與相當嘅多，一路。所以我哋講第三台都我開始啊！天天行過，你行過嘅，輕輕彈過。常常飛喊記在心間，安多嘅愛嘅亡命瞬間，歲月湧出你，最了生命，生命。轉眼餘生望層層歸遍。
청춘啊。 此秋唔是伊呀白罗浮，北风啊吹来呀一度路啊古啊土，那哎哟啊一度路啊莫呀来，哎呦天爱来。 天爱呀万年古啊，爱嘅风啊吹呀起，哈个嘅名有啊一度。 给呀土我那哎呦啊一度路啊莫呀来，哎呦天爱来，俺都给朋友啊走，三面那水秀啊一度好啊天呀风哦，那哎呦啊一度路啊莫呀来，哎呦天爱来，那哎呦啊一度路啊莫呀。 天爱来，爱的对面路啊来。 三月给风，既有似对南风吹。三月给，既落落又天天。三月给风，既有似对南风。 三月嘅記落起愛南，姑娘啊姑娘，也敢輕易嘅心情。 姑娘啊姑
三月的姑娘，打扮得反正，也来赴一天，盼龙带发落。姑娘啊姑娘，也敢幸伊的心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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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啊姑娘，也敢幸伊的心阿苏个茶铺店，也是个桥，有青头嘅飞叶。老板嘅冲到，买这位上到，买谢谢世界嘅茶铺店，每位成员马苏狗同马苏手。我想这首歌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在你心中那个充满很多糖果、很甜蜜的杂货店，或者是充满很多家乡味、人情味的杂货店，其实承载的就是我们心里所向往那个回忆。邀请大家一起来听阿苏狗嘅茶铺店。
四五28点，明已经5点门后，叔婆阿伯亲切打招呼，上头下头来个亲戚好朋友，停下来坐了。天南地北大在古，不知呀一层。阿叔哥给插布点，风扬来错了。阿叔哥给插布点。大在古是垃圾。阿叔哥给插布点，将声音都太易。阿叔哥给插布点，对头摆都呀记。阿叔哥给插布点。风扬来错了，阿叔哥给插布点，大在古是垃圾。讲到了三九大家人份我知道，你可能是主题呢。记得伫2008年有一摆，我是主持客家嘅佛陀，我是主持人。嗰當時呢，阮一位先生，佢係來做表演者。對主持人來講，我知道，我除了有幾多嘅資料，我很上愛啦，表演者啦，裏邊做得大嘴鼓了解講，幾多厲害啲做乜嘅，冇乜乜嘅，我做一啲推動嘅時節，很難適合嘅來上嘅。所以我是啦，阿本過來打嘴鼓，我講先生好，我係林玉天，先生等家下呢，少解呢，唔啲最近先生冇乜乜嘅呢。先生是分享講，佢哋圖領一群後生人來創作，來繼續做客家歌，希望講客家嘅文化音樂做得傳承下去。香港重點是講大家做得強下來搞音樂。我一談我是講，先生請問我做得教音樂，我正經係愛用英文。先生就講做得啦。過了一下我又講，先生我係講正經嘅，我係認真嘅。先生咪講。我咪係講認真嘅，我咪講真嘅啊！佢這樣講，是真實，是落到三九台樂團，後來到禮拜練，韓國為表演啊，我都自己訓練啊，韓國寫曲啊，有音樂先生是很愛來
我想讲，先生嘛个事情我啷个讲？先生就讲，Rita，我做讲音乐团吼，未来用来做团长，假使我是学到，我上来系假使最慢入汉界，上来我年岁咪系最后生界。不过先生本爱了只功课任务，对我来讲，假使系挑战。不过，我拄开始讲，我讲，先生我唱我冇法度啊，我唔知做团长而做乜嘅。先生是我就佢認同我、開拓我，韓國佢講嘅日記，本愛答應，佢是講佢相信佢嘅眼光，我就講哇，先生本愛安大家鼓勵到機會，我是講好，我來去看啊，佢有乜嘅先生讓我勸告，是17到近15年，我非常感謝阿文哥嘅眼光，本愛有機會做得第三教台來讓大家向我學習，所以2008年我都是發行咧。體育組創作嘅專輯，嗰時喺度三教台後生衝唱，嗰時係用阿卡貝拉嘅概念來做專輯。後來呢是正式名喺度三教台後生樂團發行咧舞龍嘅一種專輯，明年會咧金曲獎，所以咧係當每好嘅緣分。其實我哋上一場吼，類似我哋台慶嘅演唱會都20年嘅時間啦，三教台20，這時間睇。台灣藝術太好，也都可以邀請人去參加那個全年度嘅藝術節啦。你其中嘅一個節目，不過呢個節目地方，上擺也學家也當從事，等於講伊呢規整年嘅藝術節地方，算輕重要一場啦。所以隔個5年，20年，都25年，老實講也有拉久嘅啦。所以像25年也唔係真容易，等於講。1/4時機啦，一啲樂團喺台灣可以行安長嘅路，其實已經冇簡單。我是因為講25年1/4時機，包括本我哋7間樂團，也本所有朋友、聽眾朋友，我哋從頭擺行到近咧，大家認識嘅朋友，大家嚟互相勉勵啦，互相鼓勵。一方面。本一到三教台建好上第三台嘅團員增加台嘅能量繼續再行一個1/4時機甚至我深度嚟想講，三教台嘅想辦法比行100年樂團也都不得了，全世界有100年嘅樂團一定世界有名，也係我夢想。你都唔想離開他，一來到某一年是嘅狀態，願意困難就用佢用嘅太好吧，如何再去嘅世界。有伴
我的长悠悠嘅太海同龙花，缘分才是本嘅心開花。佢是了解明白你什麼嘅，路路嘅高嘅人生實在是太，我在等着太陽迎着做飯，咱們可以做到共存啊。
色白白的桥条，烟烟匆匆，双双醉醒，问今爱未来，爱恨爱悲，结果不是梦安动。中国。给爱长路山歌，给牵从国度给丢掉，慢慢白白，多谈人生，满给从头来过，做不满。牵从国度给丢掉，慢慢白白，多谈人生，满给从头来过，从不满人怕，一个不是梦安动。梦安动，人生的歌，从不完。一个不是梦安动，人生的歌，从不完。落雾门后嘅花園，嗰啲風花拍花同黃花，幼嫩청수嘅花瓣，真期待也冇相擁。我有等一天，從老樹。Sonia di
情意世界怕，老爷讲上无每夜，无故老发现，路中头嘅风景，所有的阿里的今夜有世界。讲到音乐吼，我想音乐其实伫全世界各式各样嘅文化，有自家所谓嘅促进音乐。咱个看世界音乐了角度嚟讲，有各种嘅可能性。跳板我自家系唱西啲合唱团，咱讲我系唱 soprano， 我系唱高音，所以我系唱艺术歌曲，咱个啲乐团那样乐曲啦。不过后来呢，开始好写文章，开始好唱歌是听年，嗰段时间流行，譬如讲法语歌曲啊、英文歌曲啊。不过真正有唱客家歌曲係愛啲合唱團參加今年嘅獨唱比賽，可能唱到落水天啊，又係有到民謠哦。到咧自家開始寫歌嘅時節，從人舞動環境一直到上來真緊係加入三角台，又係愛開始真係來思考創作呢一件事情。不過係講到音樂嘅風格，可能頭擺時係聽人流行、聽人時行，會唱冇強弱，韓國要唱藝術歌曲，唱當到冇強嘅語言，唱德文歌、唱英文歌、唱意大利文歌。當然沒有唱客家歌，我開始參加就唱福佬歌。不過真正落到創作呢條路，讓開始思考過。我想愛表達乜嘅，我知道咧係創作嘅精髓，所以個我嘅思想會透過我嘅音樂、我嘅法語詞老曲表達出來。本其實我以後唱都要 power 嘅歌曲，後來落到樂團開始針對節奏、韓國旋律、韓國音感、韓國上音嘅特質來做喺那深嘅思考嘅世界。我發覺講阿文哥佢擅長民謠咪好，家啲嘅搖滾啦，特別係 jazz 嘅元素。本我發覺講音樂開始有喺那多組合嘅可能，韓國係我哋自家本気嘅定義，唔係拍聲音做好嘅歌曲。當我開始做客家嘅事務，有機會來唱客家嘅歌曲，後來感謝啲早期。台灣客家音樂有一間公司，有藍牙傳播，
有开始还有上发唱片等等哦，了了公司其实佢都帮我机会，韩国贴片轻松松先生，韩国来比哈先生，佢哋咪教我动作。我开始系从拍声音社会嘅歌，韩国系开始嘅流行，有各个先生嘅特色。那後來我加入三教台以後，我開始寫我自家嘅歌。我記得有一擺比賽係我參加流行演唱比賽，其實介上來係我第一條客家歌，係我當4年我嘅媽媽，因為記得我7歲時上天堂去咧，所以我當4年記我唔啲樣嘅曬，我當學寫文章，我是寫嚟詞，還寫嚟曲。我希望工作對唱歌俾媽媽聽，嗰條歌曲咪得到98年演唱嘅佳作呢個獎項。嗰時我上來讀啦，阿阮哥記得開始熟識，所以還蠻變心講我是係三教台，還蠻暗當清楚，是用嗰條歌曲表達我自家有到 jazz 嘅感覺嚇，輕快嘅感覺，咪係我一直都喜歡嘅。落到樂團之後開始做編唱，然後改編嘅歌曲。編曲各方面思考，咪會合冇強弱，開始會融合當多嘅聲音，包含講音響、樂器，所以我知道，最睇冇強弱係幫我喺那打開我嘅耳孔，打開我嘅目睭，看到音樂世界嘅可能性。頭先講到我哋三教台20嘅時節吼，其實呢時節有用管樂吼，大部分係爵士樂手啦，爵士樂嘅樂手吼，呢時節差唔多有六七煞吼，一太棚啦。隔5年28入面最主要係我哋新轉寫喎，差唔多嚴風謠吼，嚴風謠一種轉寫喎，我哋錄音嘅時節吼，都已經採用。以弦樂為主嘅一個編制啦，嗬。當一方面都表現講三教台樂團、三教台後生樂團，對音樂處理音樂嘅一個實力啦，有安尼實力啦，可以處理大型樂團，嗬。頭先講我哋新一台嗬，伊對也真熟悉，安尼按叫做安尼，睇做樂團嗬，對所有嘅形式嘅樂團嘅表現嗬，已經有相當嘅把握。所以當然第一擺我哋同國泰型嘅弦樂團隊做合作，喺全息地擺吼就同樣嘅編制，所以按重要嘅演唱場合，當然我哋希望講將原班人馬吼原班嘅一個人馬吼放到一個風流歌來吼，因為我哋一個弦樂團差唔多南方當代弦樂團哦，南方當代弦樂團。因為有一部分哦，講大部分係高雄嘉義地區嘅演奏家哦嗰邊啦，有部分係喺台北，所以但係如果我哋南方以上咧，大部分嘅發動係喺南部啦，高雄一帶，全部真優秀嗬，大部分咧留個幾來嘅樂手啦嗬，所以講佢比有安尼佢比本大家，一方面都講個優質嘅。客家音樂，吼，入邊有嗰陣係教樂團，吼，我哋教很多年，但係我哋有能力將一個樂團咧質感要再提升，吼，提升個另外一個層次啦，吼。相信又係客家音樂吼必須要發展嘅一個方向，吼。唔係講全部點一睇啊，吼，嗰當然睇一點咧，我哋可以向上再拔界一層，吼。
也係我哋嘅目的之一啦。當然，我哋係請我哋能力講，同大家分享，親好嘅客家、親長嘅客家音樂，也係我哋最大嘅目的。在风中渐渐发，渐发送本色严格，无言发音每数节，千言万载不会吃。每件衣类变地裂，会发结子两相连，莲子长长心里苦，爱的多头有点甜。
颜色，金黄色的日头，从永远的笑容，疼爱的心底。将将的白云，等等风采，一定摇摆，无法慢慢吐诉，将你匆匆变得那么，等等风采，日头下跳舞。
태어나기 너가 사랑에 이끌어요 삼반하기 수다로요 우요 칭인터요 인터이나기 꾸야히 조가 정어 용대나기 인나터요 하여도 전로요 소주 오적의 정면 소주 어작의 심지 몽의 모양의 본보 생긴 벌거게 뭐 조춤
东方喜儿佬大家稍待，锵锵。你系三九台成立25年嘅新鲜，我知道做得很高。那种专辑拄好伫三九台25年嘅时间做好发行，我就发嚟动到嘅新鲜，然后染风绕三九台后生。讲到那种专辑地图，我想当 TPS 系。仅仅係傳統嘅精神，然後現場嘅創意要結合強下。呢啲都係歌曲，要用到羅山歌嘅調和、山歌子嘅調和，還個繞耳歌、新民眾調、平板、18模、4連歌、平子歌等等。不過大條歌曲地圖全有現場嘅部分，是用傳統山歌嘅大家當熟嘅。哒滴滴哒滴滴哒滴哒滴，我去做變奏，韓國甚至係完全新創嘅，老傳統嘅結合強項。最難做嘅係講，用扮演傳統老新嘅東西做得融合到自然，韓國好聽，特別係編曲，用扮用嗰種傳統嘅上向，連接到理下線下音樂表現嘅手法。譬如講樂器啊，韓國大家耳孔觀堂嘅聲啊，大家發嚟動到嘅心血，未打幫樂團嘅重排演阿文哥、演志文先生，韓國劉濤文，佢兩屆都係 Berkeley 畢業嘅，對編曲、對音樂都係當熟咯。韓國對音樂都有想法，不過我哋認同嘅時間，韓國下次嘅時間，我有動態發揮嘅空間，所以我投入嘅創作係我下次。韓國我哋認同嘅世界，我自家做得有我自家嘅想象，所以呢地圖是係每3年都有創作啲呢地圖。韓國呢種專輯咪希望講，啲客家音樂行嚟咁多年，無論係傳統嘅音樂，又係新創嘅音樂，都做得攞呢這樣嘅東西留下來。我知道呢種專輯要用心，要做到呢一點。當然一方面我哋先希望講好朋友包括客家非客家嘅朋友可以繼續嚟支持我哋對客家音樂按多年下來嘅一種堅持一種嘅信心當然對我哋自家嚟講我哋有大家嘅能量我哋嘅腳步你可以行下太步道嘅向前行講規則嘅客家音樂都好，你講我喺1997年嘅時節發起一張專輯三九台樂團等等上山落海啦就看到所在佢俾我哋看到客家音樂嘅發展現代音樂發展按澎湃，其實我哋每個行出踏過嘅腳步都有累積一個能量啦這樣有結變嘅。所以當然有事情唔係像我哋嘅樂團可以做到，一定係大家共下來。所以我哋喺一個25年前想講替步行出去嘅樂團也可以講我哋帶定一支企業啦客家現代音樂嘅企業。我希望到今年25年之後，我哋企業慢慢贏得甚至講贏下個個俾大家看到客家音樂嘅比。我哋後輩無論我哋隔壁有個主委已經唔係像我哋三九台嘅樂團，按多嘅針對嘅樂團我哋企業繼續贏得繼續行落去，也係我最大嘅希望。要出國呢，係北部的傳統歌謠3大調裡面的山歌子、山歌子。來的用4月、用10月份來描寫整個豐收的情景。4月流來那朵秋意流來濃北風流來吹那
起手比南流来风啊，创造流来思那多。做爱太无散，日头已經北鎖，而個個嘅鏡頭，好把空嘅沙渣，必然金色嘅色彩，山江水流，紅絲歌，做愛太無散。一縷縷，將將的白。
因为25周年，我哋開嚟演唱會哦，希望大部分演唱會真正係受到大家嘅支持啦關愛哦。最近呢，你阿文哥，因為佢係體育台、三九台，佢係創辦嘛，佢傳統我係體育台，我係體育台嘅團長老主唱，我都有隻盼望，佢有隻盼望說過，你係希望成為客家音樂界百年招牌。佢講唔係佢嘅貢獻，唔係愛嘅，唔係。馬莎係說講你係屬於客家嘅，你係屬於台灣嘅，我都希望講做啲本客家安靜嘅文化啦，上演做啲傳下去，所以我都理下啲培養下月台，雖然我都嘅下月台細細只有2歲3歲，嚇有嘅可能8歲咧，不過從幾多開始，從細學彈客家音樂，然後佢講客家話，甚至是接觸到這樣嘅客家文化，可能10年吧，15年以後。有機會看到第3台、第5台檔電機都嘅風化，我都咁嘅期望啦。因為家下有問講，大家有討論講，個 Rita 應該係接本下月台嗎？我講係問我很動有聲好冇？我可以繼續做到我想嚟聲音吧，唔會聽吧，因為當好搞音樂呢一件事情係好搞嘅事情。呢個客家、呢個音樂、呢個文化係呢個特色，所以做音樂就個加入呢個特色，我想咧係分久嘅事情。為了有各種可能，我哋到新加坡嘅音樂院、客家話咯、英文嚟做結合創作，你咪當這樣有機會可能撈法文歌，撈乜嘅結合，我做呢都係無限嘅可能。唔過像呢隻個做戲。本呢個客家聲音做得繼續傳下去，所以我會加入培養下月台，你咪加入我。好，嚟講唱成個好嘛？既然出嚟唱咯。愛講要唱成個，對白。從我一生又一生，愛講一道鑼鼓，咚咚咚起咚鏘，愛講吉他弦，一哦一一三，大家叫我就唱出來，從當日頭愛落山。唱山歌，對台北唱到邊度？
者不对吧？耶，刘珍姐，好，哎呀，彩仁老师，啊，丹姐，快点站起来！阿国老师，明珠姐，祖祖老师，凤山，好你嘅神父，然后你嘅脚步，莫动人太路，牛年来来散步，雪莉姐，散腳太，唔咩散腳太，唔咩吐腳散腳太，唔咩散即散腳太，全散腳太，有抓到 tempo 嗎？明丽姐、阿丽姐，好，大家好，哎呦，人人你嘅腳步，漫步正好公路，秋中太空漫步，一步短了一步，散腳太，唔咩散腳太，唔咩吐腳散腳太，唔咩散即散腳太，全散腳太。我们的 keyboard 柳偷文，耶！大文的爸爸妈妈也在后面。Lucy 林映晨，又会弹电贝斯，又会弹 double bass 的郑凯凡，给他 C 龙。故事，陈玉长，阿长。散腳太，唔咩散腳散腳太，唔咩吐腳散腳太，唔咩散即散腳太，全係。散腳太，耶！天空移動嘅特殊，你嘅足印過神父，從上到起自己條路，身不識真好書。散腳太，唔咩散腳散腳太，唔咩吐腳散腳太，唔咩散即散腳太，全係散腳太。嘅散腳太，散腳太，唔咩散腳散腳太，唔咩吐腳散腳太，唔咩散即，而家嘅散腳太，散腳太。
三九他三九他，没三九三九他，没不给三九他，呀给三九他三九他，没三九三九他，没不给三九他，没三九三九他。这首歌就是描写冲浪的姿态。如果你有任何的忧烦，就把它丢掉，跟着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享受这个音乐的浪潮。草瓣嘅心思，冇手機，無助嘅心情，冇記憶，海邊中浪，聽愛來，海水世界，生動心。浪來咧，琵琶的激動情牽，浪來咧，白首浪。蓝洋的浪来了，浪來咧，繼續繼續。浪來了，浪來咧，对了对了，再大聲一點。浪來了，浪來咧，浪來咧，浪來咧，再大聲一點，公開小門。浪來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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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的激動情牽。浪來咧，浪來咧，白首浪蕩向前走。浪來咧，浪來咧，送給他的夢走。浪來咧，浪來咧，天高路就成雪。浪來感謝大家。上網睇㗎，謝謝大家，上網睇㗎，張磊了，下次見，謝謝大家，謝謝，謝謝。